大家好，我係 Wingo。最近砌模型嘅進度暫時慢咗落嚟，因為最近我幫我嘅模型工作台做咗一次大手術。仲記得第一集嗰陣先至介紹過，當時啱啱整好冇幾耐嘅工作台，事隔大半年，咁快又要執位。隨住 UK 再續模型雲系列嘅出現，想要更穩定咁拍片分享，舊嘅 setting 實在唔係咁方便。於是我的起心肝搞佢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導賞一下呢個剛剛完成嘅模型工房 2.0， 睇下我個架步搞成點。UK 再續模型雲工作台好要緊。其實我呢個放工作台嘅小天地，只係我間屋同車房之間嘅一個連接空間，細細地咁20尺左右，本身做唔到啲咩。嗰時一見到我就睇中咗佢，將佢霸咗嚟成為我嘅小天地。第一集嗰陣時我都有簡單介紹過，今日我就詳細講多少少。無論以前喺香港定依家喺英國，我都會喺 IKEA 揾一啲適合嘅家私，其中 Iver 呢個系列就最能滿足我嘅需要。用佢嘅配件可以砌到唔同嘅組合。其實呢個架喺之前間屋用嘅時候唔係呢個樣，搬到嚟再添多少少配件重組一下，又可以再用，一啲都冇嘥。既然地面空間有限，我就要向上發展。呢種實木層架夠晒穩陣，可以根據需要隨時調校每格嘅高度。好似呢度咁，以前諗住都可能坐向呢邊砌嘢，所以中間呢一格就調高啲。最終其實只係用嚟俾我亂放嘢，所以後來我都係加多塊層板，俾我有多層位置放嘢仲好啲。我用上層嚟放部分嘅山積，中間就係我嘅核心工作區。咁樣做嘅好處係，所有嘢都可以隨手就攞到，唔使成日揾。今次主要調動就係我前面嘅呢個位置，以前要拍片，下下要揾架 set 電話位，所以好多時砌嘢砌到興起，都懶 set 機，冇拍到啲重要工序。到剪片時就發現冇嘢俾大家睇。而家為咗可以隨時開機就拍到嘢，我 set 咗2組長臂支架，一組係呢支長形 LED 燈，可以做活動嘅補光燈，另一組就係專門夾住呢部舊電話做俯瞰鏡頭，將電話駁埋電腦後，依家我一坐低拉個架就可以即刻開始直播或者錄影。呢種 Zero Setup Time 俾到我嘅方便程度，足以提升我嘅拍片動力。再嚟就係我左手邊呢一位戰友，喺上一集開箱大家都見過佢。我將顯微鏡個7寸 mon 擺喺視線平齊嘅位置，就可以坐直個人，挺直條腰，望住熒幕就做到黑線或者筆圖細節，改善到我嘅坐姿。工具其實真係最緊要就手，就算幾好用嘅工具，收得太埋嘅話，自然就會少用。所以工具一定要擺到隨手就攞到嘅地方，觸手可及嘅位置越多，我就可以擺放越多嘅工具，工具就可以變得更常用啦。背後呢塊窿窿板就係根據我嘅使用頻率去排位，最常用嘅嘢一定擺喺正前方。依家整埋呢個 keyboard drawer，砌模型嗰陣鍵盤可以收埋，成張台面就100%留俾砌模型。要剪片或者上網查資料嗰陣，一拉出嚟就係電腦台，咁樣一台兩用嘅切換，坐埋台就全日都唔使行開啦。最後仲有呢一塊和風布簾，佢係我呢個工作台融入家居嘅通行證，間隔開呢個小天地，遮住呢個只有我哋先識欣賞嘅垃圾缸，好重要㗎。由第一集到依家模型工房 2.0 嘅介紹，呢張工作台嘅進化，其實亦都係我喺英國生活嘅縮影。呢個20尺嘅小角落係我嘅心靈落腳點，唔單止俾我用嚟砌模型，仲可以用嚟拍片、做直播、同大家傾偈溝通。希望呢個 setting 可以俾到一啲靈感大家，無論空間幾細、年紀幾大，只要有心，一樣可以砌出屬於自己嘅熱血。今日嘅導賞就到呢度。如果你對我張台邊樣器材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邊度揾，歡迎留言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係 Wingo，下次再續我哋嘅 UK 模型雲，拜拜。